目的。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去修持，爱去修持。那当然，伫100多年了后呢，咱的身躯呢，身软如玉。这是咱伫道场过去前辈者转去，那所去看到，会使讲是面带慈祥、红润，安尼喙唇的那像花样子，佮身软如玉，亲像讲咱最近的中名，咱一路浅显的太太拿转去，因为拿转去呢，当然伊的囡仔是拢有求道啦，但是无进道，因为好势有家己问啦，因为这个一路先生因太太要转去日本，因为护法无在，所以好势呢，家己问，因为去放伫五圣宫嘛，去进塔了呢，好势有伫遐呢，家因做一个鼓励，所以护法呢，就家因问，讲恁爸妈转去伊的面相安怎？伊讲面相非常的安详，非常的红润，那像倒伫遐咧困共款，互我搁甲问讲，身躯有软无？伊讲身躯软高高，伊转去甲过两工要出殡，迄工呢，正家己用起来，本来是两场所以讲呢，经过应该是有7工啦伊搁家己用起来，整理理的，要家己过两工透早要去补，咱大家想，经过几工过了后，身躯软软的，面色搁较好看，哪像倒伫遐咧困？我伫咧讲当时咱吴处长因爸爸吴建年单主，迄感受搁较济。互我个交总经理阮仔去表演，因为前第2工要出殡，想讲伊的色摆好想讲去甲看卖，结果倒来慢慢对咱即个处长因厝，即个吴大主任，因为伊艰苦，去甲伊看，去甲伊看的时阵呢，伊当然伊是。知影送啦，伊骹嘛佫紧打，当然伊无袂叫咱讲啥物，但是伊知影，就伫遐呢，差不多5点外，一下了，阮就离开啊。结果呢，差不多5、6点，我就从买一碗饭米去食他伊讲无大主转去，安尼有紧无？安尼敢有紧？互我想讲，因为即马有礼仪公司嘛，有礼仪公司咧处理，我想讲，有礼仪公司咧处理就好啊，我想去食饱较来，结果食饱去，拄好伫1点钟前甲1点钟后看，拢共款倒入去了2层，毋久呢就无共款，因为1点钟前去，伊佫会叮当，莫甲你看。但是1点钟后，倒伫迄个所在袂叮当，但是面色愈来愈好看。所以讲咱人是迄点3寸开伫个时阵有作用的。3寸开若要伫个身躯无作用，是迄点定的关系。所以讲起来，咱得着道，就是要互咱迄点定会当转去。毋是讲咧修福禄修的，咱来到道场想讲我来到道场求道嘛，无足济人，拢定定来开班来斗相共，但是拢袂好遐，拢嘛会破病，有足济咧会考验，咱会想讲安尼这道我看嘛无啥啦，也袂保庇，咱各位前辈敢是安尼？敢是？是大家做参考啦当然呢，人讲咱人若有福报，免求就有；若无福报，你搁开几倒样可能神明嘛毋敢甲你保庇啦。但是你若行善做好，
大人救人，上天就帮忙你啦。所以佛学呢来讲这个心得成功业，心得成功业吼足有名的咧，伫咱台湾足有名。伊有一间伊的千手印来教一首诗讲一首诗安尼，咱大家我咧讲安尼甲想看，当是安尼啦伊讲千秋千秋，我心神忧，红颜过久，生地大富。梨园烟灶见我就求，求是软软丢丢，求受求福。有德无德不知来由，我若助你，岂不是作恶顺流？你若行善，我必庇佑啦。因为伊的千手印足侪人咧甲伊拜拜嘛去做大戏做布袋戏嘛应该都爱欢喜但是伊讲千手无心神忧，因为安怎讲，有可能咱买嘛无1000块去拜，求偌济你敢知？敢知？我国丰收着福幸福，家内平安去大汉钱，囡仔去读有册，若像较早做兵，若有3代讲保庇互留2担的，你甲看，莫讲买袂1000啦，买1000，求遮济啦。心得成功业，伊算讲伊个歹势讲无，换恁来做成功业，我来做众生安尼就好啦。所以讲咧更互你求福。嘛是世间用但是为虾米咱佛祖伊甘愿释大哥太子无爱做，甘愿放下荣华富贵，伊为的就是要了脱着生死免过来遮艰苦，因为咱遮做人有嘛艰苦，无嘛艰苦，寒嘛艰苦，热嘛艰苦所以讲咧，咱一定爱有迄个智慧如果咱是有福乐修。咱无法互人成就佛，但是咱学做佛，未来成佛，自然而然的，咱福德修毋免求道，自得，毋免求道有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有智慧。那当然咧，有时间，咱搁较无闲搁较无闲，敢爱食饭，敢爱啦搁无食饭嘛爱食点心。无食会枵死但是即个行无修，交无食饭，相像咧。咱过以前敢有运动，敢有啦，真正有啦，因为咱无修无啦。咱来甲当作讲哇有影，咱得着道有道通修，咱爱好好修持。若无互咱赚足侪钱。等于去吵袂转去，双手空空，咱要安怎按功认可？所以讲咧，当然有时间是认真读，甲家庭过好势。但是，若互咱导人救人的机会，伫道场有研究道理啦，是讲道场有工课要互咱来遮学习教官啦，咱来遮做毋是咧做互啥物人呢？是做互家己，所以讲咧，咱好诶甲歹，到最后拢会回归伫家己诶身上，敢是安尼？敢会？做毋对，敢会受法律诶制裁？会啦咱若搁伫社会是好人好事，有当时市长还是国家嘛会表扬嘛，所以你做出个好甲歹，最后反倒转拢会伫家反倒转会伫家己诶身上。所以讲，咱所做的一切是咱家己的，毋通说道场工课做拢袂若无就较叫人叫我，拢无别人自己啦当然咧，有时间咧，咱除了导人救人咱爱参班有愿咱了愿，因为来到道场咧，咱这个老师讲，因为咱关心地方讲台湾外年，任何人袂当无业绩个，台湾外年，生西，台湾外年所以讲咱人其实多少咧伫3世1年来咧，一定拢有严重。咱这个老师甲讲，咱要了养咧有2个所在。
所以讲咧，咱买了解咧有两个所在，一个是对，咱敢知？了解啦，就爱上欠的是爱用啊，对无？哦，一页是活动，一页是地名啊。咱过以前咧，你是要来遮做何忝忝了迄个业，爱是来地面艰苦伫遐了解。过以前咧，咱咧想咧，活动，在佛堂爱较大声诶，较袂叫困。哦，事实啊吼，因为人讲吼来到遮，你像今仔日来坐伫遮，咱毋通想讲无啥咧，你嘛咧是行无意识啊，行无意识就是了苦经。哦，因为大家来坐，毋敢讲吼，坐甲讲吼，讲像爱来体力嘛吼。啊，所以讲坐伫遮虽然是较辛苦，毋过嘛咧了咱的业，因为你就是在食迄个苦嘛。啊，你食迄个苦，当然你即世人爱食的苦会减少。这就是咱志工老师的意思。哦，所以讲咱要了解咧，有两个所在，一个是地面，一个就是灵魂感。所以咧，若较巧，嘛会晓讲来活动做。迄个地面吼做干苦，食袂落，困袂去。哦，啊，佮加开一个。啊，所以讲咧，咱会当来道场，哦，虽然是真忝，哦，毋过咧了咱的苦经。哦，咱道人。哦，伫道人来讲起咧，3分的功德上天助咱7分。咱趁是毋是7月嘛吼，农历7月嘛，吼7月讲咧普渡嘛，普渡好兄弟啊，有月头月半甲月尾普渡。但是咱趁第3期的应运，青中期、暗中期、白中期的应运，就是伫即个时候。哦，所以讲咧，咱上期咧普渡众生三则大普，普渡神人鬼。为什么普渡神？我毋是讲过，你袂得到，互你做偌好，就是成为了着神啊。享受几百年的妙缘了咧，你爱搁落来转世。哦，所以讲咧。咱圣堂遐土地公来求道，袂当嘛知。为虾米？较早咱未得道修道，咱嘛讲哦，做土地公嘛袂歹啦。哦，安尼互人互朋友拜拜，偌好咧。哦，毋过伊搁有伫四生六道的轮回内底，所以呢，伊有迄个因缘来到咱圣堂咧得道。所以讲，足侪齐天大仙咧得道的情形。哦，那么道人就是咱。伫即个伫即个宋天的温文的兄弟姊妹，佮一个道骨，就是讲过去咱的祖先，有可能迄阵还未有道人嘅，伊就已经来回抗去。那当然，亲像咱道场的前辈者咧，伊个会做到有某一种的功德，请是点样是坚定，互伊超越了伊的时代人，但是伊阿公阿妈。但是要爱功德，无功德袂当。所以讲咧，三则大普，咱利用即个机会，道人来得到会当建功立业。为个讲个，咱今仔日咧来参班，咱的祖先共阮会当来参班这是先讲的平话咱如果袂来参班，伊是伫地府修行修法，所以讲咧。美文今日有来？美文无来嘛？伊早班嘛，伊当去入率先班，我去耽误一点点，要当发生的。因为美文咧去咱圣堂入2天的率先班，当然组长甲伊联络伊想讲请2天班咧，虽然拜6礼拜，因为公司伊无一定要拜6礼拜，请2天，过去讲真少咧请假。因为请2天，敢爱扣钱，2天无趁哪会感觉妙，艰苦啦，伊太困死啊！安尼，所以组长咧来联络的时阵，是当然这班是好，真肯定啦。毋过佫来想着讲爱请2天都有考量，安尼就对啦那么伊拄好去三心三体，就想讲今仔日买一班那么今仔日咧，日透早。
因公公婆婆来吼，唔话决定来甲伊讲，讲叫伊小美嘛，伊小文啊，伊就做美文啊，伊讲你若去入班，我会当对你去听吧。伊迄个乌骹内底，即个美文伊就册起了，伊非常的感动，感动的痛哭流涕。当下决定就是入班，所以即种的感动，入班了去演的，如果很叫咱泰国人的亲理啊，我嘛请伊分享，他也非常的感动，嘛是感谢咱组长，咱理想组长，立华组长，把这个机会会当甲伊讲，互伊来参班。所以讲咧，咱毋通小看咱今仔日伫道场参班也好，还是讲做任何的佛事也好，其实咱的祖先拢足欢喜、足期待的，因为安那伊较会当加功进果，因为伊为辛苦啊，伊要较做了不的代志，所以讲咧，咱有时间一定爱多参与，有人一定爱到啦，咱伫后礼拜才要点到8月10日，所以讲咧，咱若有大家赶紧，赛车一个人倒一个就会赛一个，爱2个公鸡倒一个嘛要紧啦，2个公鸡来倒一个，因为今仔日因为有请咱这个刘讲师是咱台班的咱平时的刘连任刘讲师透早咧5点多就起床，即摆是讲有高铁若无有可能爱去较早，会使讲真早咧就已经赶到咱的活动。今仔日咧伫这个宣传内底要甲咱准备开始，咱刘讲师咧伊的能力就好，真亲切。这个领域咧，伊第一个带动队伍咧，真出色，真出色。等一下恁听伊讲甲看就知影，看讲即个人伊的能力到对啊，所以讲咧，伫修行内底，当然是咱优主席用的赶去，咱袂白啦。会使讲一口罩咧4代，拢是修行，佮拢全部亲口的。囡仔生出来就随金刀名号了随金刀，会当亲口拢随亲口。你若歹，口可能讲规家口大家拢安尼无可能嘛所以讲咧，互咱卖搁占伊时间咱好好咧来聆听着伊对咱准备的开示，最后互法伫遮，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的道路能够宏展，感恩。感谢，这个是时间前到1分。